頭暈嘅原因咧，其實有好多㗎，印象之中咧，你都會知道原來有啲嘢咧，好似冇乜嘢，但係有啲係好嚴重嘅，隨時即係可能會攞命嘅，所以大家都要小心，啱唔啱啊？啦，如果大家真係有頭暈或者暈眩嘅時候咧，應該盡快咧應該揾醫生睇睇。咁樣揾咩醫生咧？家庭醫生 OK 㗎啦，已經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咧出現一啲新嘅症狀或者一啲好嚴重嘅頭痛啊、暈眩咧，更加要小心喎。我以下咧就會講13個我哋叫 red flag 啦，即係我哋扯起紅旗，即係話哇呢13樣嘢如果出現咧，真係要小心喎，真係要揾醫生睇咗先至好安心喎，因為驚背後有啲嚴重嘅情況喎。係啲咩嚟嘅咧？聽清楚啲啊！阻大家一陣，咁用開 YouTube 嘅你咧，你一定知道咧，按我哋嘅訂閱咧係唔使錢嘅。咁按完之後咧，就會有個鐘仔出現，咁只要按一按咧，我哋有新片你就會知道噶啦。另外咧，我哋嘅節目咧係牽涉到咧一啲嘅醫學嘅知識啦，咁有時會比較深嘅。咁我哋建議大家咧，如果唔明嘅話睇多幾次，再唔明咧就問一問你嘅家庭醫生。多謝。嗱，以下咧我會講咧有13個嘅 red flag， 即係一啲嘅扯起紅旗嘅危險嘅信號啊！如果你真係發現有呢幾樣嘢嘅話，要小心喎，真係要快脆揾醫生咯，因為驚背後有啲嚴重嘅情況喎。係啲咩嚟嘅咧？聽清楚啲啊！第一就係咧，突然之間如果出現一啲好嚴重嘅頭痛，加埋啲頭暈咧，要小心少少啊！咁因為咧可能會顯示你個腦裡面嘅出現問題，譬如咧腦出血。第二咧就係、如果突然之間咧胸口好翳悶，好似咧有大石壓住心口啊咁樣，咁呢個情況咧要即刻睇醫生，甚至要做心電圖，因為我哋要排除急性冠心病。第三，如果突然之間咧呼吸好困難啊，咁我哋都要小心，因為咧呢個頭暈咧可能顯示咧你嗰個氧氣含量好低啊，缺氧，咁可能要急速要去改善。第四，咁如果咧你會覺得點解我塊面或者我一邊身、一邊手、一邊腳好麻木嘅咧？咁你都要即刻揾醫生啦，因為我哋會擔心中風。第五，暈厥，即係突然之間暈過啊，不省人事啊，跟住就算醒翻，都最好即刻揾下醫生，因為咧嗰啲情況可能有一啲，例如話心律不齊啊，或者突然之間曾經中過風啊，咁樣呢啲情況之下咧，佢有機會咧會係重蹈覆轍，會再出現嘅。咁你趁你而家清醒嘅時候咧，快啲去睇醫生。第六，突然之間見到嘢咧，有兩個影喎，雙影喎，會見到支筆，點解有個鬼影嘅咧？我望到嗰啲嘢點解會咁？或者你啲親友發現咧，點解無端有鬥雞眼？平時冇嘅喎咁樣。咁當然咧，由細到大都有嘅話，就未必係有事啦嚇。可能嗰啲係叫 lazy eye， 即係斜視啫。但係如果突然之間會出現問題咧，我哋小心咧，可能有啲嘅腦幹出現問題喎。第七，咁啊，如果突然之間呢個病人咧會覺得，點解個心臟咧好似跳得好快啊？同埋又好似亂咁跳咁喎，咁你要小心啦。擔心佢會唔會有啲心律不齊啊？影響個心跳嘅輸出率。咁因為有一啲嘅情況咧，如果個速度太快咧，咁可能會引致到心衰竭啊，或者甚至中風啊咁樣喎。咁於是咧，呢啲病人咧就會越嚟越有機會會變差。咁呢個情況咧，可能需要去急症室咧做個心電圖俾醫生check 一 check 啲血壓啊嗰啲嘢嘅。第八，突然之間一個人咧好精神好混亂啊，搞錯晒啊，又唔認得人啊，口齒又唔清啊咁樣，咁呢啲可能咧急性神志失常啊嚇，咁我哋咧就背後亦都有好多可能性，同樣咧都係有一啲可能好嚴重甚至性命有關嘅原因，所以咧不容忽視㗎。9，
就困到啊、跌倒啊，或者行路有困難啦。咁呢個咧就好廣泛啦，可能係小腦啊，可能中風啦，或者某啲嘅原因啦，例如話精神錯亂啊，咁樣都可以嘅。咁呢啲情況，我覺得喺屋企治療咧係未必好嘅，即係未必足夠可以安全肯定你嗰個病者嘅健康得到保障嘅。咁所以都應該要快啲揾醫生。第十，持續咁樣嘔吐啊嚇，咁呢個咧情況咧，當然咧可能亦係腸胃炎啦。但係有啲人咧腦內壓，即係就話冚到個頭，咁而家又暈暈地啊咁樣。咁如果腦裏面咧出咗好多，例如話血啊咁樣，增加腦內壓咧，個人咧就會係咁又頭痛啊，又頭暈咧，又嘔。咁當然啦，除咗出血之外咧，腦腫瘤都可以咁樣嘅。11癲癇症發作，嗰個人咧可能突然之間，抽搐咯，兩眼反白喎咁樣。咁呢啲情況之下咧，咁都要小心啊。嗱，當然啦，除咗係陽癇症啊或者抽筋啊嗰啲問題之餘咧，原來血糖低都可以咁樣情況㗎。咁除咗我哋 call 白車啦，咁我哋可以篤一篤手指睇一睇血糖係咪過低啊。不過咧，大家記住喎，如果個人係昏迷緊嘅時候咧，可能唔係好適宜你夾硬餵啲嘢入個口度，因為啲嘢咧落咗個肺度咧就可能會窒息嘅，所以都係等翻呢個專業嘅即係救傷嗰啲人過嚟去幫手。第12，聽力突然之間改變，咁呢個咧就可以係因為咧好多方面啦，例如話佢耳仔有問題咯，又或者咧可能係腦幹問題都可以嘅。13就係咧面部發麻啦，或者好虛弱啦，咁呢個就係中風啊嘅情況。不過咧就岔開話題啦，中風大家唔知有冇聽過談笑用兵咧？咁就係即係比較簡單，就話談即係講嘢講唔到啦，嚟嚟或者笑咧就係佢笑嗰時候一邊歪一邊就好正常咁樣嚇。咁呢個咧就可能係講個中風嘅情況咯。用咧就話佢用唔着一隻手一隻腳啊咁樣，因為嗰啲中風咧可能有半邊身唔喐得。兵咧就意思啦話就叫救兵啦嚇，打電話999，快啲揾人嚟啦咁樣。咁呢個就係中風嘅口訣啦，談笑用兵。咁咧大家聽完之後，其實談笑用兵咧就講出個3類嘅症狀。其實咧中風仲有好多類嘅症狀需要知道嘅。病患淺中醫，惡化後悔遲。好啦，今日咧我哋講完呢個嘅即係頭暈嘅情況啦，咁希望咧可以都幫到大家去了解頭暈嘅情況咯。咁好多時咧去睇家庭醫生咧，我哋都會可能會做一部分嘅嘢，咁亦都可能會 check 下，即係最重要就係唔好話即係有中風嘅情況啊，心跳係點樣啊，同埋隻耳仔嘅情況啊，血壓點啊。咁有啲咧我哋都解決唔到，例如話電解質啊嗰啲嘢咧，咁我哋都會可能會提議咧做一啲嘅化驗啦。都希望你哋同醫生合作啦，咁我希望呢一集都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再見，阻大家一陣。咁用開 YouTube 嘅你咧，你一定知道咧，按我哋嘅訂閱咧係唔使錢嘅。咁按完之後咧，就會有個鐘仔出現。咁只要按一按咧，我哋有新片你就會知道噶啦。另外咧，我哋嘅節目咧係牽涉到咧一啲嘅醫學嘅知識啦。咁有時會比較深嘅。咁我哋係建議大家咧，如果唔明嘅話睇多幾次，再唔明咧就問一問你嘅家庭醫生。多謝。就算獨居，但有節目一堆，沒有藥水，沒腳痛，就有街去。夏季列隊，隊裏美麗不需換我汗水，沒計較，別太濕碎。磅數遞增，盡快鍛鍊身心。萬世巨星，萬世腳步也不震，絕世絕招，絕到不病不侵。狂怒秘訣要不要？送你免費笑一笑，身心社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。怪地方，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。身心社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
困惱我一秒踢開，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沒有路燈靜聽百面聲音，習慣夜深漸察覺視野不啱，步履認真動作拒絕分心，別太着急，自會告別這黑暗。入世未深未免怕讓犧牲，集結大軍互勉發動解憂困，弱勢立生用愛破舊生生，有個勇氣我需要，愛叫世界豁開了，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，怪地方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，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憤怒我一秒踢開，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